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但新闻不三时报道，有的被害者发现家做变成集团的目标，随甲警察合作，甲领钱这个车手骗出来，牵古落男，当场甲人抓起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蓝头的蓝，读两蓝第三条，蓝就是涂骹拢全烂涂的形，像咱讲这条路真蓝，嘛会当讲是蓝涂。另外，蓝做名词会当讲是有落寡糜的地，像讲有落寡糜的涂骹，咱讲有蓝涂；另外有烂涂的田，咱讲是蓝田；也个有水分较济土地，有人讲是高做田，嘛有人讲是蓝马地。像讲南投民间乡古早地名就叫做蓝马，啊，若是落入去到内底，就是落蓝。这个落蓝嘛有落入去到险境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蓝马地，意思就是湿地，水分较济田，嘛会当讲是蓝地。第二个词读做牵古落蓝，字面的意思是讲城古入去到蓝马地，比如做骗人钓达，或者是甲人带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诈骗集团的人本来想要牵古落蓝，用骗术拐被害者钓达。用当事者伫咧偏僻的蓝马地交钱予伊，结果老早就互警察掌握到颠倒牵牛落蓝田，当场抓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